这2个月接伫咧中昼过后有雷公雨，造成台南这西港啊，抑个嘉义等地区呢，种麻的农民损失惨重。农会预估今年这产量上无会减5成。那市政府是指出，农民会当去到公所提出申报，也会赶紧送件予中央，帮助农民渡过难关。 政府若想办啦，因为你全部园拢无搭拢啊，证明已经伤到伊的本身的重心变袂大啊。这农民出来发声，本正这阵乌麻啊，通成长到参人的药病源，不哩个说因为旧历6月到冬，不三时就落雨，地区早种的甲打种的麻啊，拢水上兼倒长，主要因为麻啊惊水。农民讲，这回有影食力是这10几冬来上严重的。 啊，大家拢到白露，前10天啊开始就种了了，才一直开始落雨。落较紧安尼，阮大家农民嘛，我去公所反映，啊，拢无来操管。农会有申报大概42公顷，可是全西港区可能100多公顷啊。昨天去看的话，大概都田里面的水应该都没有办法，也有一个田地已经都很高了，全部都倒下去。台南西港嘉义生活甲安定是种麻的主要产地，各地头拢陆续传出灾情。以西港来讲，初估有80公顷受影响。农会指出，若好年冬一冬会当收5万斤，产值300万。不过，今年产量估算上少，减5成。这嘛连带影响到做麻粉、麻糖的产业。要做咱在地农产品的物件，这个季节嘛足关系啦。 哎呀，你也无遐个原物料，你嘛无法度去做产品出来。公所这边把资料送给我们的县市政府之后，那未来就是把这个资料统计到达，就是我们受害的面积无收获面积到达25公顷的时候，就可以启动这个灾害救助到现场去会勘。那这一部分的话。 也会在很快的时间内完成。农会指出，受损的农民会当提出申报，农业部审查了后，会公告踮市麻天然灾后救助的区域。另外，市府嘛协助农民来做改作，也是休耕。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。